请工讲师慈悲前道义鞠躬，坤道义鞠躬，讲师午安。讲师午安。请坐下。讲师午安。先红先重。先着平时的，咱做事的方式，修准修好，两位老大家容易，咱已经代人修比顺时，咱好老先人莫大医生，咱二手大生单人员，咱即摆就真人，咱只要负责人，出钱足济咯。咱个重点就是咱感恩咱在座诸位遮前辈同乡的大德，感恩因为若有咱来呢，咱有这机会才熟啊。那我是讲奉承我就是讲，一般通常叫做讲叫讲惯势。今仔日这个题目呢，念头是命的主人。这是中心指派啦毋是可以出个题目，因为中心排着的，照头头照头头抽签抽着人家去讲个题。再是早堂呢，咱有讲师呢，今仔日伫咱高雄宣传，咱底下有到听2点钟啦讲得真好，丰富。主要我讨论文章出色，所以讲现在中心咱的讲师大家愈来愈优秀啦会使讲后辈可以一个理起来，来讲就有若无经就有若无提升啦，咱就办到真袂经啦。真正修行若无进步咱讲师人就无头路啦。因为咱若咧遮修的人若无提升进步起来，这讲师以后无头路无通机安讲啦。所以呢，咱就爱讲真战真啦就有愈办越愈明安尼。今仔互我即个题目，虽然感觉看起这轻嘛轻这你感觉？念头尔简单念头，我念头思想尔念头，念头做啥物？念头有啥物啦念头去严重，做严重啦。互我看这题目时，这字字正是做新的题目，轻者见轻，浅者见浅。因为念头这是讲伫到咱内心的世界，而且讲到唯识论里面，唯识论所以唯识论它非常的维系在我们内心世界里面，看不到，你也摸不到，你也猜测不到，但是呢，伊就是拢咧运作。咱念头无间断咱念头永远就是1秒钟不间断。是因为咱只无感觉讲咱念头咧紧动等互我甲你讲，你就知。看迄念头偌微细，一条互我看咧，咱当中，即个当中就有几千万个念伫内面，才看到咱看咧在注意啦。如果咱一个地球到一个地球，伊咧看用光咧看，你看这星球发光，伫遐看到些电磁光关联，时间咧当中咱看咧地球，你也见着星球啦。咱个念头伊速度就是真紧，所以转啊，互咱无感觉。咱无感觉，咱比如咧啦咱下昼1分饱，就准备讲下昼要创啥话，是毋是就开始？咱等下要来传班咱等下发会，就来准备开会，赶紧准备好势，时间抽出来就来参一下。这就是咱个事情念头准备。但是个念头呢，若个无选择叫等于歹势充电的来，但别讲叫什么意思？
啊，你就要做好个，啊，有迄版本遐记个吼，明天过来参考，啊，有机会，这念头是当然去做你别个。所以伊变化完全就是天顶一片乌云啊！咱的心，咱的念头是天顶一片乌云，底下千变万化，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因为随时会转变。所以咱人的生死当中，这个念非常的重要，牵制着咱人的心感，先讲哦。所以第一念来讲不长，咱的想的是啥？只能当了第一步的念头。啊，个今仔为着班离班嘛。啊，人咧叫啊嘛，无来歹势啊，啊就无来参加，就是班课拢过唔停啊，你一定该来。第一个念头里面，你踏进了佛堂，你一个正念你就会产生。第一句第一念的念那个造成，安怎讲呢？你要进入到个清净的本性。为什么呢？入来到坐到这生理，慢慢看这伊啊，这是种生理者。咱做咧做种要生心、生性、生分呢，这种是生理，毋是一般普通意呢。普通伊一般人食袂了，食无三分钟就去靠到了了，要上时啊，要大时啊，你一定定食，叫不入来。哦，我喙焦一下，你倒入来，等放一下尿，等入来。我一点钟我放4、5遍，4、5遍都听5分钟。按时间到，爱好时间到就慢步安尼。毋是为这个代志。当你坐在这个椅仔当中，你心已经安到本座，你要安住于本性，清净在心。这点非常重要。这点是你心感之水，啊，你来到听去快高了边哦，因为领导在当红袖，我们又不能起妄想，也不能做颠倒想，懂吗？这时候就是正念，你的心领会这个道理，唔是听老师多不多听歹听啦哈，唔是你听，而且你听了不听，啊，唔是这人听了好讲歹看，哦，是听内底迄个法中之妙味。那个时阵到有感触，你才知道安然坐在这个地方，能够以法为乐，法变，法变。再一个东西注意啦，你当然就不能注意啦。然后充满欢喜悦喜悦。咱老师在生当中，你只能努力，你有智慧，你就有妙法。你就有办法。你着我甲你代志，世间的代志，甲处理甲好势好势，过了足欢喜愉快的心情。所以修行呢，人讲心内快乐，毋是心内起妄图，起烦恼心啊，做咱任何变化，真正互咱没有办法去掌握。啊，咱来看一个，类面啦，吼，类面这东西。我本来是处理文字作吹。但是我该较白来讲啦吼，较前面啦讲袂煞，因为我调过，因为讲的深吼，要搁分解意见无够，惊咱足是袂记。要当时讲经典，咱讲我听袂，还无以后拢叫咱试啊，听咧安尼，硬点硬安尼。因诸佛妙义非阮文字啊，文字是有做错讲的，甲起个咱写出咱看。白纸写乌字啦，无写白，我唔捌。就安尼白，啊，只写字啊，我唔捌字啊，你慢慢讲。啊，为什么咱也听无？过去的因为根基无够，过去咱根基就不足啊。那不足，因为咱搁无即世当中搁再用心用功下手去培养，所以咱啊，道理为道理听拢就妄言啊，听慢慢。树倒非倒。是有非有，那把那嘛那里呢？所以他们必一知半解。那一知半解里面的修行呢，你就会愈存愈广，有存有无？唔好啊唔好咧，唔对啊唔对咧，唔真啊假咧，唔会成佛白成道咧，会等到咱个规个一天白，产生很大的怀疑。现在是讲伊对法无清醒，对经文无了解，对家己修的当中产生怀疑。这咱来讲着啦，这也对我讲着。所以咱先来看这文啊，因何作看？歹因何作别看的，咱来时间到，第我会讲着。咱先看这本文啦因为可能这正半钟了这是上少3点钟的题目啦。因何出门一定准备3点钟，万一我演长4点钟，我来去做4点钟啦，拖拉后边听无？歹势，对啦，江南才去。对不错，摸索错别出来无？
即个咧讲一个较老贵哦，江苏出门啊早3点钟，较早啦，比较早啦吼，一个江苏出门啊早3点钟。伊即场是啥物场？你袂使第一经典来遮咧分盘。啊，即场是要请的，你袂使学迄个老的足深的学的，哎，啊，即个足高深足深的摕票来讲听，伊嘛听袂落。所以一定要有相当的内容啦。啊，因同学拄仔讲在所学浅，拢听人讲的哈，咱道理拢听人讲的。啊，所以准备嘛是听人讲的啦。电话无迄个技能啦，有遐够啦吼。啊，写出来问题啦，写了毋对，也是甲你冒犯，还是讲咱产生了矛盾，还是起了烦恼，咱就顺便来甲互我讨论。哦，我甲你解释一下吼，啊，甲我这个系统者。这字是，因为念头是咱装饰中的经济，一切因缘根源，来自思想的核心啦吼。咱知影吼，念头是咱八识中当中八识啦，80分钟第一样物件。啊，这个物件因为伊根源的出自咱人即个思想，所以你讲一句话，做一件工作，行一个道。当中由念头开始，敢是？咱今仔是由念头来遮来，啊，等下人拢无紧转，咱转去无？到8点钟讲，啊查袂煞啊，9点啊袂煞，毋係我要转来，你两个去遐，要念头，要去念头，念头是讲我即要转来，无要听落啊，后尾时间2点钟比8点钟，咱念头先起来，这个念头是思想的核心，嘛是一些罪恶根源。你咱做做起一念头，到时我咧作业，啥物起一念，是毋念头开始？所以我从社会上，即个新闻啊，报纸啊，来显露，电视啊开开吼，报纸甲迄个啊，摇摇的，咱树拢落过来，你报纸显来，过来几多人落过来？为虾米呢？打打杀杀，金光闪闪的，刀枪啊，过一堆，这个社会怎么恐怖呢？啊，为什么会造成安尼？因人心有想过放逸，因没有放心约束，无智慧体，关顾家己，关照家己。啊，所以整个念头，虽然风吹水呢，不含多少呢，无论无变，会罪业比来造成。咱人所以因一念不明，一念不觉，3000业无明经济产生出来时，咱人会去排除掉啊，就开始去做一寡好歹有对。啊，所以呢是讲，这个念头会产生啥？善念恶念。你咧出意料当中，出乎意料当中是到底是善念出来，还是恶念出来？这是咱内心知影尔。当你要出善念恶念，决定一刹那，一刹那决定善恶，决定生降。到底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善是上天堂，一念恶落地狱，安尼尔。哦，是毋是？啊，所以这念出自咱人的心，可能是这念呢会当上扬碧落下方去，上求到天上，上游世界，咱有第一天。那么下的可能就到咱人的宏源求道啊，会使讲就到咱的地府去。这一念当中的足厉害哦，所以咱若无小心，一念当中去互结跟印象，咱会当妄想。咱毋是当妄想了，搁这拄久，搁会下去，搁会做迷茫的。所以念头要错误，结破碎时阵呢，咱真正摕袂掉，本座摕袂掉，不能安乐啊。所以百界千途无所不遍中，这3000大千世界当中，这一念可以通天、通地、通所有诸天一切3000大千世界。这念头都安讲，什么东西就会得。谁都有接触得到，代表发射电台、电波，那个在对不对？会啊，我们就如果发射到美国，美国可以接触得到，用卫星可以接触得到。啊，为什么？因为电波就是咱念头，但咱念头比电波较紧，咱的念头比电波会50倍。做一件做一念，我想到美国，我就能入美国，因为我正读到就是美国，我这个有进对吧？这速度紧到，互咱真真正正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百界千途无所不着，每一个所在拢会入去。
凡你所起心的动念的念头一出来，人家都接受得到。所以我们在咱空书讲，要信心不以无义，意无伊动意啊。什么叫信心不？坚信咱念头起来时开始，这个起来时，我们就没有了。你们在你们讲起来时，你要想几波时就，袂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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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卖袂使安尼，落安尼，去把一波个，安尼做位啊？安尼若讲这好势时阵就讲出去啊。所以善良恶良，善恶本当原父母两人拢啊。善恶本来共一体，父母本来我拢本来啊，拢共一本源。哦，咱说天同地甲是一念之差尔，一念之差尔啊。啊来咧，如果念头一动，可能撼动天地，震动无中，连万物拢接受得到，拢改变对。多两种年，咱的无疆是第二天啊，咱基本是叫做第六界天啊，伫中天玉皇上帝座下，玉皇天才是第二天啊，第三天、第二天、第四天是倒数天，第五天是大变老天，第六天叫他化就大天。啊，伊是无疆上悬的所在，所以无可能到地天时，玉皇上帝理顺在哪？为什么没有办法他？因为他的境界比他高。所以魔王比他还厉害，但是因没有办法当王，因你只要一念我世出世间，我出嚟这个世间，我要做好人，魔强就敌人啊。如果对一个妖兽啊，对一个教孙，佮一个佮唔正死的，要佮出嚟啊！来，妖罗，派来妖罗，看看一个，就叫伊个妖精魔惊魔孙去甲干掉。哦，这个了，这个靠到，嘛好处理啦。因为你讲一个伫世间，我讲一个通管理呢？啊，你若人出来了，我无好管啊。啊，所以咱是要到要做魔的教训，要做不错的事。这个观念就是伫咱人的思想上问题。啊，所以我为什么念头灵动我都感受到，看别。这是第二点吗？我传话，有点爆。我刚被他讲那个就是怕吗？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吗？对，对，这个老板好，直接讲真诶，词汇讲的事情。所以从你念头当中，咱生命当中，你若有他心通啦，咱有他心通的人啊。他就接收到你的思想，伊是也无甲你讲话，但是这些当中，伊知你心在想啥话。所以生命就是有流通，还有流通啊，有过去、生命通，有天眼通，有天理通，有脑神通，有生命通，各有一个他心通。啊，所以如果咱即摆世间学一个人他心通哦，你就应该就好啊啦。你当创啥？你到为什么？这物件拢有啦。外道，即我一年知我世界，我几个创啥，知我创啥个，啊你话无，你应该是好啊，但是那个脱离生死，他心都不能脱离生死，你天天通也不能脱离生死的，你有神通也没有办法脱离生死的。按来讲呢，神通抵不过业力，业力不消，神通才是没办法。啊，若不做，照你讲，现在是拖皮啦，没讲受苦，都是轮回，都是这食苦饼的，食苦要定定的，可怜你啊，是无？就唔免安尼啦。啊，所以你是讲当时较早大义三通，就是伫西天地个高僧，啊，伊想到啥？哦，家己啊自个会引动着怪叫嘛，较差心通啊，足厉害啊！啊，足厉害当然人啊，就是技术第一吼，就比较拼一个、电一个，安尼怎出风头就拢安尼嘛。人上惊拢安尼啦，哪有搞的吼？就感恩师、赞恩师2000块，就2000块，安2000块。有啥物人比过啊，老师来说给送咧，安尼就出来演一个风头，我30只过来上班的咧。当然，咱不以自评啊，迄个人世界啊。咱今仔日讲当中，能够解除生死为前提，要以绝爱以感为分地啊。以解决伊是目标，但是这个大理三通伊本身是
有他心讲哦，会厉害啊，所以来到中原时阵来到东条，对不对？来讲哦，什么踢馆啊，就是要踢馆的对啦。哎，即摆风云讲哦，即个唐代中印，即个徽宗为着国书吼，伊是服侍着三代的迄个皇帝，唐真宗、唐玄宗、唐太宗，哦，三代啊，所以是元老的迄个啥国书啊。啊，所以咧，我想要找看卖，来个挑战看卖，意思讲我来挑战看卖，来甲问一下啊，就遐个，啊，所以皇帝使讲。有一个某人要来拜访，你有无来应付？伊讲看卖一个来带来讲，我咧真正来，啊，是这个什么三个国师来，啊，为着国师啊讲，啊，真正你若受到我足悬的境界啊，有啦，7年，啊，你毋若真正就到他心痛啊，我今日通讲的，小可能，啊，我想问一下吼。我即摆吼，为着国师，我即摆心，你教我，我手，我怎么创啥的？我手无讲啊，所以我即摆为着国师啦吼，我即摆当家一个所在吼啊，平拢是有人吼，我出国的。伊讲你即摆心吼，你是一代国师呢，为何走去西川上看咧八龙船？哦，国师是用一个发念头走咧怎样的尔？伊走过。我伫咧西川上看咧飞龙船啊，伊咧飞龙船比赛啊，我你是国师，既然走过咧看咧去，厉害，哦，厉害，甲笑袂知啊，有真正有去对着咧，都讲，嗰阵来请教者，来处理看，我即摆心怎么回？你哦，为何走到天桥桥上咧看咧升高去的比高去的对比高人啊，人伫咧升高，你天边的桥上。也看高啊去，是国师有生命的时间，你看遐，伊是讲你念头还无正对啦，啊佫不正，啊佫走遐咧看，是念头走遐，哦，佫对你讲是不讲，你看我即摆心态来看，啊拢无，啊拢无呢，啊咱走过啊，吃袂出来，迄阵当下咧。国师就讲，你真正是一个妖邪，你认你是他心通，你就能了解谁吗？就能了解生死吗？讲起来，我即摆心对，伊是袂错。所以咱若入定当中说，为啥啦？入定的当中已经我无一个体，连你一个人都毋知一个。像我王老师小平有道理，你出来念的迄个脱离我看到。你出来念头，出来念透你，我知讲你买对，你就是对啊，你是有无解教？你修到有天地，我领你，做你不准，有无人领你袂对？迄种的过去人是安尼想的，啊，你会惊想，就是讲，哦，迄个国师叫迄个师傅叫你去做啊，人就请教啊，我袂通做，哎，拄仔先走过啊，毋知会，迄个啥个上一波的黄金标啊。金标禅师，到现在我出来。金标皇帝上面是一波，直播，做水，人播来听，我觉得我清楚的，我还养在那无，是用习惯。啊，虽然我乱接一点也不快啦，伊真正厉害是天公，但是伊就伊只那个波，一地那皇帝上身面金是用波水个，有阵时底下练的，我来唱起来。哎，我出名头底，出名头底条做个，啊，所以一天呢，念经时间到，万年保险的。哎，某人时间到呢，爱袂转来啊，袂了转来。有些基本我时间快收到呢，来，你两个去，叫两个回为什么？去啊，调转来，哇，真正是啊！你到个大个所在时阵，看微本人，伊讲毋那是对啦，因为有闲看有，去看无。我啊，何况人我看你，我无看你一只，你嘛无看我一只，啊，我搁看你无，啊，你嘛走你过，人生无看啊，就是已经入定又无看。迄种入定的讲，我袂少讲，我收起我。结果咧，后面为什么来说？你无给人，你无念，无人，你怎啊交代？啊，咱无人即讲在地上噻，关键几个，立场，问只立场关键你的。
即个人拢知影清清楚楚。啊，靠你对我无啦，对我就出来。啊，你捌看某人即个人无？我有呢，啊我就安尼对，我嘛毋知，我嘛看袂着伊即阵拢有看。啊是安怎的？啊时间寿命到尾叫伊转去。啊是说走去，你毋知影毋知？啊毋知要安怎？如果啊有一个办法，如果我时常有咧看伊伫咧欠，有人久久啊行一个安尼，就是咧算伊就破了，咧破了，足强烈啊！我看你甲提咧起，你来甲欠，伊可能听声，讲人咧偷摕，啊是要甲算伊物件，伊就出电啊，伊会走出来，你开甲啥？伊就走出来咧，啊真正伊若找一个咧破咧啊，欠毋知个，伊若是安走出来，伊伫遐袂熟知啊。可能伊嘛伫顶对，伫遐咧啊小人，你甲我要偷着我的物件，你算我物件，你就出来搏一走出来，你听有无？走出来先，我袂会说，哦，就是你走出来了掠着吼，走入去啊，伊要讲啊，我今仔时间互你甲掠着，啊，你时间到，倒来啊，伊伫遐来参与一个，伊讲是啊，啊做我毋对你先生，伊讲安尼好啦，啊既然咱互恁掠着吼，啊无你用我一时间。我转来面部，我咧是大人真好，咱转来咧手板行，转来我咧对我行咧，东区白乌白无上手板，是安尼尔，你无看？伊佫动无呀，你我厉害无？即个当然当中，为什么伊我伫虚空内底生存？无即个马血我紧，咱若无即个马血，咱讲叫做死嘛，对无？那无法咧，你讲出来讲爱死气。哪有捌带肉体人个滚动无去，拢分化的。以前讲，迄种的功夫，毋是咱收的，我人得着着，毋是咱即世我唔收的，没有那么简单的。我这念头是讲，伊内底个变化当中尔，伊就我拢去，咱唔到即个无常之中。你说，咱逐工会变安怎？即个道仙吼，即个道公吼，进庙即个道公道公禅师啊，伊讲道理，我这是定出来做比喻的啦。进宫的这种即道仙的，伊成功说法完少一点。伊讲到互因内底迄念头肯定无简单，就是我今仔互我讲遐道理，你听有？我肯定，我听无，我怀疑。佛祖讲的道理，经过显地讲，我亲近不疑，欢喜奉行，信受，安尼家家欢喜，家家成就啦。但是你听道理听到太头，还是顶面讲我老公啊，或者是嫌我老母啊，去跟斗头说说，安尼都才来一讲，安对咱帮助帮忙，工书讲得不够，工书业做不出来。代表我讲到，互咱知影，听道理听甲会感动。会亲信亲闻，而且不疑，上少修三劫。道理听了会不疑，上少修三劫以上，三劫毋是修三世咯，三世是300年。那假是无量无边听到伊讲，哦，原来人过去佛祖所留落这面心痛面，我就是啊，原来就是安尼，安尼得到人转去。咱即摆是真正正甲你点开这玄关条。即门咧，玄关门即个门来拍开，人来叫声，甲你叫离不行入面，爱行入面对咧。有的时间是我叫出来，搁较塞入面啦，叫车出来，甲迄门入面啦。有的时候甲你唤醒是讲，叫你在回光返照，把你主人叫醒，重新回光返照。啊，有的是甲种，甲你主人唤醒，即个门开，甲你叫出来。你以后要转来，还是要转呀？你叫你上去，佮该我按上去了。我这是很解说啦吼，我是很解说。所以进庙这些讲在说当中，咱人是咪叫做无佛性？那已经过去有咧讲叫做1000地人，什么叫1000地？就是讲太爸、太母、太阿罗汉，七佛性智慧，太好啦。五分智慧，佮一种叫做啥？破科合精，合精讲弄无。因这样话，咱弄无防说心，安尼呢，讲个就阿鼻地个部分嚟个，不能超出。
台北、台北即世个一两人啊，台北、台北若有到这附近，真正足大厂位，绝对是下 RPG 第一道理，你要帮我说说。所以讲，这个时代北台北台囝台北、台东、台苏、这种台，未地到到这种份啊。这种就做在你经济部，唔是我来做的哦，听我讲无？所以北部来讲，可能顾问就甲错的，年丰就做那出档，这条做嘛，扶不了。所以咱来到咱红是讲咱教育部讲咧，点点头尔，唔敢说啥。这个伊拍来愈大咱唔敢伊，只有剩唔敢讲的。啊！你著加用加讲，无用无讲啦，有无？咱睇你老师到老辈这互我忙红线讲较大咧，讲歹惊咧，讲爸妈足土咧，迄毋是讲尔，啥个？淡水，无，迄有老辈囡仔咧淡水，这个饲袂起，无咱无袂大咧，佮营养不良啦，食袂大。阮咧兄讲，逐讲食高强啦，不然我食袂大，毋但是适一个带来小命呢。迄笑人吼。你是咧较早人土人无出世人出土咧，从伊路边咧讲诶，也伊头边则大。你小时候无咧，可能要死也无死啊！我在想无着讲着倒要做2年，你啥物就来，我毋知我说要公事。啊，我咧公事，我爸有做迄个，无经常袂使。安尼前出讲有出诶，你爸若细几岁啊，小你好，我去大几岁你想咧？啊，我大家想，我为什么我袂做遐？你害你爸做做，你爱迄种变下去，你知影？所以第二天就爱有哪学法，你知影无？所以有当时要过时间讲袂了，还是过去。哦，啊，所以你讲当中1000题叫无成，有用就无成啦。所以我咱好看哦，是做注意的。当若他人放火判的判死刑，啊是有到迄个无期徒当中入去了，看一句我忏悔，我唔敢，我以后唔敢。啊，可教是吧？还可教又还可讲，就不用交换，可以交换，无期徒刑啊，就不为了。本来是死刑啦，啊，我就一个忏悔叫忏悔，咱嘛真正忏悔，惊忏悔，啊，迄个无期徒刑，咱死刑做，无判死刑，啊，遐是受难只来无难判，这种人啊，判死刑，啊，为什么？可教啊，必须要教啊，啊，无你找你病找你，哎，他叫精神障碍，叫他找你过出来，按变判两天。所以这种为什么安尼？惊过，唔惊因就是惊过。因做嘞较惊讲啊，害啊，我要走你过啊，要走过一倒位啊。迄时较知讲啊，痛苦啊，就倒轮回。要去加落，去判死啊。迄时较开始靠，讲安尼啦，到时拢安尼后悔啦。所以成功医学当中，伊讲到，一环境咧讲到迄个啥，1000题，伊基础的是1000题时，都有活性，只有活性。你爱所谓动手艺业高精第一，唔相信，不要相信，啥人不信？你是台北无信，其实它有活性，是伊的性体哦。简单讲呢，伊的本性是嘛，感觉是安尼啦，啊，个表面个早安尼尔。但它这里面这个活性，它是不会灭的，这个东西不能灭。咱灭了，你根就无用，世界人无满的啦，世界无满的。你个做众生做鸭做鸡仔，伊嘛是有性，但是伊即个讲去互即个叫靠嘛钙化，去互乌云卡条咧，所以他用这一层在做事。即层有去层，伊是用内底咱的本来真性的理由去做，毋是。所以人讲昧着良心做事，就迄个良心去互够假的，良心叫砍的啦，就是咧讲这意思。啊，但是伊就是遐种好人，即种无有性。毋过现在伊种无有性。走去山顶，伊虎丘山，伊苏州虎丘山，就来去拜拜，去拜拜。我即马讲道理互恁听，恁甲我评讲看卖来，甲我听我讲有道理无？人听袂使讲无情的听了，无情爽卖听有影。念头甲讲我听，你甲点甲切甲点这，你看我款有理无？你就讲乱，你这个，哎，这是公案，这是假的。真正是公安的，官司会辩驳。另一头来讲，你讲了有理，另无情的较赞成。安尼咯，咱有情的众生听无袂，
无情的众生，无容易听你像这个所以，所以道理分明是啥？是要净化咱人心，要教化咱思想，要转为咱人的念头，为转识为利益。华严经，华严经啊，即个讲是经典讲啦。有可能咱使，无可能唔知啦。就有可能经典出来，我无可能经典出来，咱直接出来啦。这就一定有摸过、有看过，咱才讲哦，原来是讲啥。倒嚟头是讲虚空有情，我愿无求，一切情与无情，当情，当缘正理。什么叫有情甲无情？咱做嚟讲理解起来。有情就是啥？凡人的众生，就是讲所有灵性的这个动物啦，人啊，有灵性的这人啊，叫他有灵众生、含灵众生啦。无情的咧，就是讲指物质啦，树啊啦、花啦、石头啦，即这这种属到无情，因为袂讲话啦，伊是情来物件。所以，但是伊看伊袂讲话，伊却是灵知、灵觉、灵听。即咱有要相信这无？即摆科技已经做进步啊呢，有可能把这物件摕做证明呢。另外有科学家江本胜，日本迄个水博士迄个啊，甲水的结晶体，即咱有研究过，咱摕来讲，甲三杯水拢甲拆了，然后啦，对这三杯水一个，你分到几后，你对大概占咱一礼拜，甲骂一礼拜。即个莫抄伊个下，叫一礼拜天的时，咱搁用的先即个看，看细胞的结晶跟水的结晶体。你用看，迄个赞两过吼，迄个逐个水雕花花啊，有够水的美妙，天点水，巧夺天工，真正做的够美妙。迄个骂到要臭头体啊，骂到种臭头的，水叫做绵完做歹毛，你讲骂我好心情都歹个，冷水。你讲伊水就感觉，石头都感觉，水就感觉，但咱树有感觉无？有咯，树啊无感觉。你有可能连树啊放音到听的，听啊心情袂好咩？听啊心情做好诶。人拢有方法去啊，伊就是要改变因的细胞基因啊，互伊的生命体迄个植物的细胞会念，肯定甲你记忆啊，记忆去转变。所以我讲我讲做个记。一丛树啊，一年时间到，伊就开个结果。一世人就开个结果来。安尼一年就能，伊讲的一使过年开始嘛吼，山啊啦，迄个我土栽，我栽上山啊栽骹的，你骨头筋骹比我骹老好啦，山啊伊啊，我栽骹的，就花盆啊，我只管，只大个，无只大个啊，你骹。山头比我头老好，但是嘛生到倒吊花，生到我讲佮3人食，食袂了。因为我一年食一担至2站啊，我食2站，吐出来，生到倒吊花安尼吐，逐日都结水啊，我就爱去互恁讲迄个，对吧？我食了伊啦，无摕来分咱大家食，都就迄时间啦。迄在咱有机的无树拢有无只在挂皮剥的，好，真正都实在。人老老咧啊，那是秘密尔。迄是讲，迄个物件，互我来记当中，像我甲看了，你即阵，你是丑八怪，还是老伯伯啊？你是少女，是妈妈，你拢无进步，来加油，开始加油，我卖念我听咧，是物念我听咧，你紧开会紧结果，想较水个啊，你要做妈妈，我是啥好？我们妈妈晓得你做妈妈。你这婆婆你老长啊，你这你这连着我顶里头，第少电尔，我再七底个了，七底就大家拢咧去电脑上面。我这两我比如啦，我去植物啦，我有在红龙果，在蚵啊，在生菜，后在这个我来，我来这个啦，空个片。
豆土啦，踮个土，但是即个树啊吼，互啊迄树啊拢鸟啊食，加啊食只放种子，像咧咱咧叫做芳樟啊，拢家己鸟啊食来放啊，种我家我哪使种做啥？我无咧食树啊，你树啊拢是鸟啊家咧，我甲搞我老种子毋知，那果子站咧，加讲食了吼，加讲我甲掂咧，讲我啦，我山仔上我，山仔甲担咧，我扛咧我啦，只甲稻土叫卖我伊做我啦，我厉害无？伊生机足够。啊，所以讲起来呢，连植物都会感受到了你所有的一切。你我为何会做一大遐老鹰、老叶啊飞来，袂惊？哪日要咧，别咧讲咧，掠到尾时走看一个收人离啊，就老鹰走边仔，你在伊边啊？为什么？会做伫遐安全分娩的时阵，那么它里面的心花的这个是力量，它是柔和的、善念的、关怀的、慈爱的，连动物它都感受得到，所以说没有杀气。你说你这摕这物件，咱家摕这个鸟鸟、树鸟看你手啊，也会讲变那种，伊讲你要了啊，你起鸟嘛，袂来一动作，你要放慢慢的、放慢一点，这样给它吃的。安达你快点要我，那个他们都感受到你的动作，啊，所以你话有的人就刚才我讲一句话，练到我就介意啊，我比这练头啦。你赛车变出来，跟我正常咧，落车来跟我上哪里给？为什么？你赚到钱，你都没有布施到动物里面，连狗都养你。这样无？你赚到钱咧吼，你我这个兄弟都无咧布施，啊，无咧用无咧喜欢，来我底下就开个这老家，叫我来弄，我给你给，我来讲。你搞啊，这个给结果，所以人哦，刚才讲，这个真心哦是胜万里，一颗真心胜万里，主比两日胜千年，主比两日胜千年，你知影无？佛法不在文字边，贵在周易因缘。佛法不在文字边。贵于柔心于人前，你的善念出来，你的柔心出来，人家感受你是修行人，这人叫主宾啊，真正修足客气、足礼貌、足谦恭、足和蔼，唔是都讨厌，係咪？講嘅一個人上嘅，一個人講細聲，一個人修錢，不會。雖然修行，你就不要開口，你開口就算你修多少。咬人莫听你讲话，你来辩讲你是我好，对我好，但是开口出来啊，这个抽签的这一波人呢？为什么呢？你的话语里面都有带玄机的，话里面有带语气，话里面有带那个妙味在里面。所以主理心不是真正的用嘴巴讲出来，是真真正正由于因缘，用关怀呵护的心里面那个心念发出来的。一个是尊重，一个是关怀，那个叫慈悲。你要尊重他，而且还关怀他，爱他就是了，就是安尼。好，那个主理心嘛，好，主理那些，啊，主理那些，啊，主理啊，拄着拢无主理的，啊，拄着就唔知主理是怎么。所以真正的是讲，爱迄粒心造出来，好个念，来来来。那么念头的缘起，来讲这念头。为何他有一个念头里面？念头先起里面，咱也别讲念头的动机。念头升起的因缘，你看，咱的念头有这个啥？有烦恼的因缘，有痛苦的因缘，有执着的因缘，有纵欲的因缘，有放不下的因缘。什么的东西都是在念头里面。做咱的念头里，等于说包含了无量无边的物件。你想无会记？你想要记遐物件，一大堆啦，拢伫内面啦。那么伊缘由，念头从来，来讲伊的念头啦。弥勒菩萨当时有一摆去问世尊，这讲是弥勒菩萨先比世尊较先好个啦。但这人嘛吼，迄个为免抵触无代志啊。我咱看咧，这是讲说，伊讲咱的心到底有偌济念？伊讲咱的心到底有偌济念啊？伊讲咱念哦，
量面一摊子有32亿100千点，安尼一摊子，内底有32亿8千点，我这个都有人讲过了吼。你再来讲这变化点，我偌紧啊，所以赚钱，标定咧赚钱得出嚟就走去做一项物件，做别项物件去啊，你连啥袂着，超物件啊，超袂讲咩啊？32亿100千链100，再乘以1000，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千万亿10亿乘以再加2个零，再加3个零。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千万亿10亿100千亿兆，我两手我电脑两手啦，不去电脑哪手？10兆30。条几个惊啊！金兆不去啊！32万亿啊！安尼一担子就有30亿8千了，但是咱一秒钟当中有4个担子，一秒钟有几链，乘以4摊子，多1280亿，千兆。那咱就两头乘起，每一条都有形哦。你的电头里面都有形哦。我现在想到爸爸，但是爸爸面前那种在哦，我两头就两下，然后，那电头那种浮的形状是什么？所以咱面包有阵时会看咧，哇，迄个相，迄个两头看咧，下两头迄个头，就独头意识。那独头意识，无经过咱这语言作用啦。独头意识它不经过我们六根，它直接成出来。那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所以面包就看来面包，我暗时忙东忙西，但是你今仔你是哪要这样过啦？你困咧迄回时，有些忙东忙西，忙天忙地，忙到什么呢？迄就是咱的念头的意思。那么这念头有30亿8千个这种形，念念拢有形。形该有色，拢有形，所以是为什么有一这个就是形，有它的持着性。所以念有当时咱过去8000念，进前8000年进前，甲即摆这念有等的。所以伊咧无明就是讲过去到无始以来，到现在咱轮回经历的从无始无明的念头开始，咱就嘛做成咱就嘛咧轮回啊，这是我们念头没有错。所以咱当时讲一句话记一世人，咱就另外来问。你讲袂是有好，甲你记甲死，唔死煞啦。后世人都记过来，都记完成。所以人很难放下所有的一些执着的思想，是要做咩修？你记一人好，无简单；但要记人个歹，记一世人。学历史不足艰苦，要培养就无足简单。你人个心态啊吼。所以咱想一念头才会维系。那么维系到对，维系到我们现在没有感觉到，所以咱两个在世间的分化，一两毛是再到我们西边一直在分化，一直从老化，从少年、年幼、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咱有感觉无？咱无感觉一时变老啦，但是咱有感觉我看起码愈来愈老了。明天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明天会更老了，知道吗？这个。明天不知道好不好，明天会更好，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好，但是明天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变化变得很快，所以变化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我哦，这个叫变化，有感觉到吗？有办法吗？有啊哈。火力速度到很快时，火力速度很快时，1秒钟，那个电动有没有在动？没有在动。电话不但无欢喜，但是了有叮当，因见到这速度几万年，它的变化，所以我们修行不到这个境界。那么修这个境界，没有到第8地菩萨以上的人，他感觉不到。所以我们说，对方要穷解，要你穷解，别穷解不穷解，都是在我们的念头智慧里面问题。所以有时候人家修一些行，但修300些修一些，为什么？智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讲菩萨地变成不同地、贫富分地？你修法当中，我容易感觉到哦，原来一些世间的法，它的原来的变化是这么的快的。所以你发现拍电影吼，一个底片，比如我看了你安这底片，1秒钟24片
24地啊，一秒钟，伊一秒钟啊走，按24遍，按到一秒钟尔，所以拍伊就艰苦，要拍一点钟啊吼，要拍几礼拜。他1秒钟跑24块里面才1秒钟，所以那个变化太快，所以有时候咱先讲，咱平常时起做坏的念头若无注意，即阵啊变做走出时阵，已经前面网络跟来到平面来。你若讲我讲，我甲你送一个，甲你普渡一个，送一个名额只，你逐间走天边到天边，你要上江哪体会着？再超过这10分。得到离婚啊！啊，比如讲人转去啊，我来超度一个、普渡一个吼，啊，甲做一下功德的，10分，10分得到离婚，10分你做，你做100个功德，我叫他100分啊。所以不如伫生定当中好好修，好好用功，好好修行，好好希望用，好好做。即个修烦恼，我有机会得到。道啊，就是贵心的啊，这个是超快的，比过去时候较紧的，佫较简单的。要无你算嘛，要佫讲我是足济，我要讲论的了啦吼，每回足济，你看，善男、善男、勇女，龙女是查某人，是做囡仔的，为何会当成成？因那罗汉、阿罗汉、大阿罗汉都不相信。不可能，你要实现男生，所以你成佛的人无女种啦，所以女种都有机会。你成佛一定按男人心得的面，所以女种要来转男人心，那是形成那个看减少人偌济啦。人咧成佛来咧这个做啦，用减少查某天就减少5%。那么龙女是讲，龙女伊伫坐下，不是遮咧讲道理说法，伊伫坐下摕一日8时间尔，即来供养过来尔。这样供养佛，这样的时间我会需要，那花了我2、3秒钟，没有2、3秒钟，当下能够由女生实现男性往南方的离落世界成佛，这时候大家看着啊，靠不远，你看啊，原来有这个法，原来是可以这样子。但是你看龙路即摆较闲呢，较即摆修诶，汉历的历劫以来都在修行。所以当下是要希望大家看讲，我用女嘛是缘分的，我变当下转为男性啊，世界成佛往南方的离过世界去。所以龙树菩萨他为什么解释这东西啊？看化因的心中的迄气甲迄个暗。所以修行有当时哦，大家若倒袂过哦，这样中间，咱袂当两龙出中间啦，咱不做啥来，是众生赚取的中间。但是也袂比社会的中间低一点，哦。咱来讲念头引起的动机，咱的念头起来时有个动机，这个动机咱知，什么叫知？就是我先看到一个动机，耳朵听到一个动机，手要捡有一个动机，再产生比较活动啦。今仔一个足小者足水的话，我哪袂结婚啊？你看，我互你讲外比什么嘛？偷看一下，对不对？每日当前大家都来偷看一下，看好嘛会较早。啊，若即摆要看，我看嘛是骨头一堆啦，要看嘛看一堆尔，你头哪会感觉啦？但是为什么动机？你念头透过咱的心的导向，活现出来，然后看创造出来实相，看到的现象，哦，水败，求从你的念头。投影出来道理的外在的实相，看到后面我看了咱，这种比如啦，咱看了咱是我一个念头动机已经透过咱的眼内神经、头脑智慧，没有头脑意识，然后出来看了咱大家。这时阵呢，看了大家要是第一念了，是第一呢。一只鸡行过嘛是一个念啊，一个汽车行过嘛是一个念啊，啊一个美女行过嘛一个念啊，啊为什么？因你看来美女讲，哦，非常介意，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爱慕。你若看一汽车开过来了，我看来台湾足脏兮兮，足讨厌，足卫生的，为什么？因第一念转过来就开始有分别，第一念出来会找到第二念，第二念开始分别执着，咱就使用来找恋爱啦。男人使用叫啥？叫做拜的思想。
就歹的意见、歹的看法、歹的念头啦。啊，咱咱要做就是当然就是有道理有看。所以分别一种意识，这念头是透过咱人的心念内底所造出来、所看一个幻象要幻影。我们看到的各位都是幻象幻影而已。我看咱幻象幻影，你看了我也幻象幻影。为什么？就是我这个人嘛，我在看你人，我心中有人嘛，我会看到。啊，你这幻象幻影的意思是数学合成的，数代合成的啦。因为做下面叶分酸，无伊会山去，伊会死去，会腐去，会无去啦。所以你这看是讲是有的啦。能够差真的，永远都是假的。哪怕你用这个语言来写看，留到那里头咧。你做哪样清楚？你买别人不买的分别，你安然的清净的你当然，不起分别妄想，不起杂念，不做颠倒想，你没有什么意思，无什么意思，你嘛没有杂染，而且我拢心安安然不懂得你有这些个。维摩诘士是在这居住呢，维摩诘士，维摩诘菩萨，你是真菩萨来，十大弟子都不敢进他，不能进来连说。但是我写到最后写我回来看，后遐地主看伊那实在地主，像下人不能无见面的时候，你物件，迄实在地主唔敢信面的，伊迄红咩啊？哎，你不能地主收官你来，还佫惊一个在家秘书，比较小不能在家居士。这我说这个空啊，这个空法师，空来啊，今晚你电视台那个哦，净空法师，他是拜吴炳南老居士做老师呢。吴炳南是接秘书呢，净空法师是法师呢，拜他做老师。你病了？而且说他的修持，他的境界超过他。不要小看我们在家的，是看你用心不用心，看你认真在哪里。了解啊！维摩诘士伊随便伊啊，双手还愿，伊上去几七八，伊是用这世界，伊生命双手还愿，有些求人，所以北伊在家秘书了，但是他是长修梵行，就是清净心。修行修到中间叫清净，你的念头不动，不是不动就死了啊。用你念头打，但是念头你死害啦，念头你歹去啦。这种是修行的修炼过程，你慢慢去摸索。我讲的其他不来这个空调，但是你自己去临近，你去关照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现在心念头起来的时候比较清楚。我们修行人每个念头里面起心动念都清清楚楚。啊，我怎么讲下来？我来调心这些。啊，我今天讲的开会。啊，我给他讲来哦，你都要有这个智慧，这个关照。关照以后，你才有齿能，没有智慧。这些人我唔知，我唔知，他唔知，咁可以咁咯，我哪接下来？唔係你做咗唔知，你污名啊，唔知是污名啊。来，仰头一个来，这种风来对哈，这就是不空我。感情不理性，话题不理解，对这修行无离开修行，修行啊离开无得好修。老师上惊就是讲，你既然心思都没有办法下功夫，那为师的人法也没有把握把你们带回去。希望有位大家心情不够，地狱不久，参道夫啦、办道夫啦、大人叫啦，大家拢懂心情，但地狱不高兴。为什么呢？一考就倒。一考不会出来，两毛就得来，两毛就来，那这个情况就唔考就得来无，有人教我解决一下，两毛就得来，是咱喜欢即马呢，感觉我即马一两毛就得来。因为我当然是基本是求心来嘛，按照三个特性，心就是面对环境所产生出来。根尘相应，才产生个心。根尘对境，根对平，我着根对着平，它产生咱的心叫做识。
迄个色就产生了这种。所以咱的心脑为啥所感的物件就是负能量，心能老正就正能量。所以环境是优质的心不共，无明所产生幻觉。咱这我讲，咱所看这无明都是无明的幻觉，因为它会变化，它会坏掉，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是无明所产生的产物，拢是伊心投影出来的东西。咱即马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存在是因为咱自心存在。我若无心，我就不来世间。我若无心，我不了满地，不了满天，这个地球高无关的。所以宇宙它已经成佛以后，它就不来这个世间了，它不用再来。因为都无重力嘛，因为我环境是有这物件，它已经脱离这个世界，不来这个世界，所以就不用再来。咱是因为有中、有爱、有欲、有念、有别，我们放不下来。所以每一个念头都把你切下来，每一个动作都把你拉下来。你不可以不当人，你不可以不当众生，你就是要这一动。所以不是神叫咱来啦，嘛不是老母离开你来，嘛不是阎罗王叫你来，我们的心念感召而来，都是我们的心的感召而来。那么心念感召你来啊，这心念不感，你的心启动，然后这个世界里面就变成个吸盘，吸去，就这个毛巾。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就是所为，有受这些受。如果这个虚空没有，虚空无所为呢，无受无为，它为什么会掉到半空中？这个是理论上来掉半空中，因为一无一个连所谓的物件，无一个连受啊，它就有手掉下来有这个手地方，这是我们知道的地方，它都在这边。你把它丢到那边，你底下遭力，我这边掉啊。你的心乃是到底全部懂说造诣的造诣，造诣所在里啊。所以我们的心里面会充满很多福报。修行不离开的心念，心念它的福报从心念出来。你的心念也牵涉到我们的福报，福报一造的因缘累积，产生根基，产生的结果，产生的善缘，产生功德。你连接到下一世的时候，你就投你老公不行不能啊，不行的，你最起码会投到善念的人家，有钱的人家，那福报就我是要做出一点，所以信仰讲这，迄实在不难咩比的。做钱啦吼，先做钱，做钱啦吼，这样搞变化的，哦。梦想是唯心所现，执着是分别唯识所变。咱有妄想执着，这佛祖安尼讲的。梦想执着，因梦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有无？内底种是记载，拢有如来地位的说。什么叫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因含佛性。地位的说叫每一个人就是有性，但是为啥未成佛？就是因为梦想执着。古话解搞掉的，有做人古话解搞掉啦。那修行呢？修行离不开四个字。轮回就不离开妄想执着，但修行呢，要成佛也不离开四个字，智慧是变的四个字。修行不离开出比较地位尔，是解决得了。但要轮回不离开妄想执着啊，轮回了呀。要选对是伊，头前是伊好，一些是伊就变轮回。要咱先地位出比，就是我们这种改掉。那妄想是唯心。唯心所现，我想到迄个物件遮水，你到包公司，迄物件遮水，人遮水啦。因为你的心想，你的心想出来，唯心想法，唯心所现的，想出来，原来迄物件安尼，你看到，才叫唯心所现。他是咱一张手啊，唯心所现。这物件，所以咱所感情所看这物件，拢唯心所现啊。但是执着分别咧。然后开始就叫做为识所变，开始讲这些人真好袂歹，我对人有够歹，这印象够歹，这善人，这歹人，这好人歹人，这水人歹人，
到后来散的，我们开始制作烘焙，那个时候维持手线。所以第一年头就比较看起来还是起怀疑，这人咧不正咧，这个前类因为带去的先看一个人的个性，这人个性就是安尼，然后开始分判啊，这是我什么人，我们就开始引入了制作烘焙。那制作烘焙就有什么？你觉得？啊，比如讲，一心维系相关，看着这个亲而已，你就是有做啦，安得啦。你就是有做，你未来的身份，常清楚上中间。上古伊无实看你，你就是份，你就是未来份，你嘛以后的身份咯。我听你放屁，跟等讲一来听，你嘛是家的身份，唔甲等于讲你嘛身份。伊袂叫我，你甲我等，我做介绍哦，我做较话啊，你句话简单，我做介绍啊，一套话啊，你袂啦？啊，你甲我等落去，你嘛就是你的身份咯，你若搞你的身份，长不起唔是破的。这无啥人破的，袂啦吼。你别讲无啥破的无，袂啦。是咱中间破的，哪会破的？但是咱的心就是安尼，这么美，这么妙，这么高明。所以你问安，安尼面人无，唔爱煮啊，你食你这好食伊，你食，唔爱当面老做咸，我咸我死我丢佢啊！袂使这两头咧，是安来面，我讲面我安尼，安就欢喜咯。我做出来了，后来要出找朋友啊，泡茶了，我咧，夫妻就是共同的，夫妻就是无相体的。会晓收就是要用来叫做嘅，叫真上面。无囝，无主甲你叫，无夫妻，阿无陪，啊你无，你心就平平。我当然就是安尼，变到不如不动，安尼练几工练死了，练到拢困啊，连我拢困哩，变紧来就无甲伊讲，啊笑。那个对齐，那个什么，差不多，你连士兵这边袂使，啊你无咧讲，那个是来讲笑啊，傻傻的笑，是，啊，师姐教师真对，师姐你讲得出对，哎呀，我讲师姐教师足好诶，连做对有做对，你连我做对，你信无？你若无安尼活，咱若查甫人皮较歹，讲善言，你安怎？较早时代哦，我咧学习个人都手是法语的，手是法语啊，那无，讲再无你干嘛伫咧表，讲你白落来，那对，较早啦。现在讲即马咱即马无即个事情，我即马做跑咧查出来啊，迄个新闻咧无出来啊，电视咧讲啊，咱这个啦，这是比如啦，哦，比如，所有维新到时候维想。所以环境讲一切唯心相信，若素离心，即违反一常宜人自给优察这个。一切法都是唯心相信的。然后有法度讲为离开咱的心，迄个物件莫互调咧，莫互调咧，即个咱的本性内底迄个物件乌无去。你不见一法即如来，不见人我，无我无人真观自在，不见一法即如来。你心中已经无任何分别，无好甲歹相，嘛无好歹心了，嘛无啥物物件解出来的物件，心完全无差别。答案，你的如不动法是修行你的定的功就出来，你那个修的定的地方慢慢出来，定者不乱，慧者不痴啊。你只会这样无期的，无期的期，你慧者不痴。颠脚不乱，回脚不屈，你的界定会慢慢提升起来。山如落水，就是在指我们的贪嗔痴。那我们品修概念为断除贪嗔痴，这副概念是人讲的，但是在家内面断就很难。你在家的家有纯有淫，它有淫啊，它有睡觉，它有食欲啊。你欲家己说三不离开啊，所以欲家做你就是不离开这三啊。今仔咱是讲情况版吗？哦，一般啦吼，安尼讲会伤深袂？老无啥，听有无？安尼分析会伤深袂？较无遐简单。那就静静啊听，慢慢听，我来。所以写出世间的是佛界，咱这佛界有是佛界嘛吼，
就是有道嘛，起来就是阿罗汉嘛，迄是阮菩萨有做，这个就是我地众生，拢是依前依报，拢从依正恶报而来。这佛家民俗啦，你若无读过，有咱依正，咱但咱只有功夫来辨别，依报跟正报问题，从何而来？依正恶报都是唯心想出，就是为咱的心的内底念头思想不造出来。咱个解释是了，听我听无了解释，这个正报，伊就叫依报。这佛家民俗啦，咱一般都吼，咱顶多讲这个问题。你没有在看过佛经的经典里面，有时候那个专有名词出来的不懂。见佛就是咱这个讲法的问题。你的心已经进到正能量的本理是人，或是人，这就是你见佛。依报咧，依报就是环境的系数的物件，环境啊，来。人一定爱大树，人你见过的人嘛，一定爱什么？一定爱空气，一定爱冷气的情况，包括咱这所有一切物件方面，都要依附在你的人里面。所以人的见过了如何，环境了如何，福过了愈大，你就住了愈好，食好，做做很好。我们住喺什么地的，一道过来一个，来报个，你见过了如何，当然你的环境就如何。那么咱的见过。由咱修所变成全物件，你所修出来心无好，叫负能量的咱。我拢常用量比足可怜量比我做比较，咱毋是讲笑比啦，因人来比较，人家讲笑比来都讲。它的正报是猪，它的环境呢低调，猪巢，猪巢敢是安尼？圈呐，圈啊。对，敢是去巢咯。圈圈。对啦，圆圈，对，咱盖一个啊，我咱猪巢边吃啊。圈的圈。这猪巢，一个人巢啊。巢啊巢。一巢啊，这差别了，不别吃。伊的伊无叫做低调，伊低调是啥？爱皮理赛，爱当安烂臭毛，啊食喷食臭酸的，啊食个来喷来放，放个来困，个来弄规身屙死的，这是低。这个环境，咱袂有。但是伊这种心理没有办法改啊，因为你来改伊就做袂完，你甲底来，咱甲底也来过变成，吹冷气，到你就会，无啥袂好，气味袂好。包括若是旁吹比较袂好，这个低调，然后伊晚上低调，第一环境是它种那个环保的依报环境里面，它不合理。所以讲过说，为什么他们乞丐要做游民？是讲这人啊，这艰苦，因为他的正报和依报都给他了，你没有办法选择。那么选择当中，你也当改变的多，秒没当改变，到底要再来讲。转变的命运里面，从个人的理念开始。人换你人，我人个掠低调，开始唔来遐拗。去遐食，遐困，我是人咧，但是你条困啊，困，烂地使遐困地条困，困莫讲莫叫食遐疲劳，互偏落莫食。你有嘛嘛？我这我挡袂了，这我环境啊，因为正报依报不同，所以正报依报这两个东西都是唯心所想，这唯心想成啊。没有心想。那咱修为，看咱的福报行为。你的福报跟你的智慧成正比，福报是由智慧产生的。你为见什么位，伊就成啥位。所以但因为咱这对个人吼，大家阿拉讲共款，袂创造共款，上些也无共款的所在，体验遐厉害，70外个，70个后，当然无一个共款的，上些是个全是相天来有差别的啦，没有一个地方是东西相同的。咱人类做不啥无人就是魔人，你还敢看我还敢看谁啊？魔人格，你没有那个智慧开创的东西啊，厉害哦。道的奥秘，修道能够转变命运，修道能够转换一切，能够转我们的心，化掉一些所有的命运，弄可以。
修到无修安尼个吼，来，这摆要讲伤长，已经讲袂了啦吼。世间的大灾难，嘛是拢忧心伤心做出来的。世间的大灾难，咱来平息狂风的怒火。咱大家都发脾气人哦，你发一个，我发一个，啊，地球加先会气出来，你气就产生了波浪啊，就造条风台啊。所以咱人你看咧国家，咱台湾咧奇怪，咱来高车出来，啊，过厝人，特别一摆从小厝人，几乎来到安尼啊。你走台北这边东山，你外口厝人，咱若愈变和，啊，心态愈柔软，啊，大家咧和气气吼，这国家就是过稳了。啊，咱插来插去，插来插去，国家就灾难啦。这是一定的。那么咱怎么咯？咱修行人是要真平和。心内无安尼惯气，也无啥暴怒，无啥歹，也无啥慢点人头。我们道场一切都相容，都很健康，都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啊，你大家都会当叫做处理啊。啊，你若是讲遐是遐非，遐是遐非，是是非非一大堆，就变做安尼啦。这就是咱经营，不要想咧，没得整个啦。所以世界大灾嘛是由咱心想而做出来的。过来，如离开了梦想，这种分别。咱若这三法分开哦，咱离开去看人，人生的梦想，人啊嘛要对称成一块，慢慢对称到很到不回。除非有很大的罪过，我们才有去办法去对它。恶人就恶人嘛，善人就善人嘛。但是善人恶人，我们第一都归到我们这边，咱只要分，咱只要寻做人，但是不要去走起来啦。所以两个在修我们没有这些的包围，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心量里面，无限的量，无限的大，大无到虚空里面，量周沙碎，心如开虚。而且我记得我是面眼搞抽出条嘞，我那面眼搞白条嘞，我的心都处在一切都空虚，无量无边的虚空的三千大千世界你都会去，但是咱哪会有说给的谁？居住那个地方，小小一个星球，甚至小小一个台湾，哦，这个条去到玫瑰啊，无容易先是。所以量所在讲，大啊是啥？山内底世界，你用树海底山就变成大啊。过来，咱过来讲啊，讲这讲几句啊，这个卖讲啦吼，你这个讲的咱是伤长啦。哦，咱念袂得啊，这个念袂得，这咱断看就有啊。用一念自智慧。你当你一念不对，自信你讲会相信，你若知影念头出来啊，放掉，安尼你人生就出来啦，你就差得到了，自信你讲相信。无念念之前，所以无念不是叫什么死念，讲说无念讲一段空空空空，就是听到是那个是断灭。无念有你对一切东西的人事物所产生的心里面呢，不产生执着念头、分别念头、妄想念头没有，就你当下就是正念。正确的咧，好来，但是有念就先写啦。啊，不过咧，有念嘛唔对，无念嘛唔对。我要断念，我要断邪，都错。哪错？不图梦想，不求真啊，换我恭敬就放心了。你不要去求真，你也不要去断灭，都唔灭。你本来不是，本来就无生咩物件，就无分，就咧无方面的物件，是咱个自心分别利益尔，是咱个心念所分别出来利益尔啦。所以当下这个人若为尊，常做常遇白流说，你住在大乘的世界里面，你一定是上天境界。你来都会包容，都会包容人，都包容人，你的心量就越大，越大你就心中就没有一些的敌人，没有那个对立，没有对立法，你就是一真体现。主人的心，参与的不能去，不能出去。那为何念头改变？为何念头会改变？咱就来讲这样念头，念头会改变未来。我即马对想念哦，伊会做完成我。我来甲你塞一个哦，你等下斗囡仔斗兄弟就找我啦。迄相对的，这个啦无用 Q 啦。咱念头咧，为什么庙会转的？好的念头起好运，歹的念头起歹运。感召恶因缘，恶因缘就是歹念头所感召来，迄个无没有救，那个没有救。
番天介小鼻心可以讲，番天介小鼻心可以当讲啦，可以当理解。你爱偌济讲，公你偌济讲，我做你可以解的，但是感召过去的因缘来，你走出去要走，爱你的人爱你的，你做没有救，很难救。啊来，现在所发生发生代志咧，破病，免问是你，唔免，你问医生。是医生现在会什么病啊？问者就讲，问者医生看讲啊，因果啦，时卡着啦，贵点贵点，是放相信就咩？不是，现在的病感冒当中，你去问神没有效。那某一种情况不好，去看医生就都没有得了，更加的啊。所以佛法你都现在有变通很佛的东西。那么两头边那边的鸟问，都多怀疑哦，歹势啊。输入不等出路，出路不等结果。你的输入决定输入了出来当中，我有时候对留言，出路不等那结果。你行的是什么路，你出路就找到了结果，明白不？那这必须完了，这必须。有两只老虎啦，两只老虎啦，一只是蜜蜂狗野外咧生活啦，一只是关于笼仔内底有饲的啦。即个两个不同世界。意思讲，一个是娇生惯养的啦，一个是浪荡无羁的啦，无咧管教啦，随便要往内面都自由的啦。啊，我拍本我拍本啦，一个内底特别少回来啦，甲你关咧，甲你饲两个咧饲。住内底久咧惯他，我真正做无罪。我逐工等你做啥人，啊要出做也袂使，要去创也袂使，都拢互你关到遮呢。不准，我讲啊，一个关。迄只伫遐足可怜，足贫贱的，啊你足贫贱的，伊平时讲你逐工三顿拢食，我逐工要食三顿的平质，按照咱总，咱总无做几工了几工，啊要食一顿也好，迄个好的想法伫遐哩。啊，伊大只想法伫遐，哦，你有够自由的，你有够好的啦，你人大汉拢创啊无要紧啊。啊，你哦，你有够好的，你食三顿拢食好的，人出拢叫你食，我拢无啦，你讲怎能办啊？世间的生活无平等，也无，有无安尼有安两个对调。我甲阮厝人讲，有啊放我出来，啊你放你个乖啊。我出来遐生活，啊你了乖，啊你了饲，伊就即个爱欣赏好咧，我只等我讲，讲好，后来讲慢慢讲。伊个迄只当大咧，好，真大咧。啊，迄只咧出嚟了，哦，咱出拍我咱咧讲，足规划，哦，我自由啊。结果咧，两只同时都死。啊，所以一只是不出世，一只是夭死。因为伊是红请过来，伊是用饲的啊。啊，用饲的伊本身说袂晓讨食。所以下了，咱即下了，倒落咱市面边，就是下了横桥，拢被都夭死了。啊，即只想，哎啦，我来遮拢也袂紧张，啊，无自由，我较早离我安尼，拍本都袂要紧，基本上走袂出去。忧郁啦，就是忧郁症，我这种死啊，跑没死啊。啊，你两个到底关人家好？你的出路就是你的出路啊！你要发展啥嚟？惊啥物路啊？所以咱决定要天堂，还是要地狱，嘛是你决定出路。你按说我即世修的社会，要成拍命骨力，足去做，安尼个。无第二方面，酒甘我修办，天公了我大人有看，我拢多你做恁多，我讲谁恁多，唔通我空的，分秒不要空过，步步踏实走。这问题，这人才有，我放个住一个门口啦，回收资源的啦，步步踏实做，分秒不空过。每一样就解放个过，啊无踏实做，咱嘛共款，有人做做啦，有天公所应该有钱所应出地天公在做，拢对咱有补助的咧，有因到有功果，无因就是怎尔啊，怎尔啊，不要中油，不要中油了。那么，因为这注定啊，苗是小苗轮，那做出来，做下来，这个做起是因机轮，只要能用智慧习惯，才能创造因机，才能解决生命的历史。前世注定啊，苗是叫小苗轮。老师讲，
生命为造，生命在为你苗医过来这边，阴明天注定，唔啊，落土四条命是阴明天注定，这定啊，我是歹命囝，我一定爱向前行，我一定爱打拼，向前行，爱拼才会赢，忙咧，呐，第一赢通拼，第一赢通拼，忙是爱拼才会赢，爱拼不能赢，就会赢才能拼。所以人家吼，来讲这世界人家没有办法无奈当中，你就是要去做，你要去改变，哦，啊，就可以积极的改造也只就是你要有增上缘的法明原理，只要能用智慧三观，要精神为活力孙，一得孙，还得孙，你一切都能够忍，免诽谤，哎，给你批评了恶劣了，你都心都别动。你要是如果不能动，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要造就人。你起个念，哦，我开始铺起来，唱嘛，放空，气节万事无力，手文心无力，你做到对了，你个就厉害啦。所以咱我们讲的是第六显观无力，走天的引气，那个缘起起就升上瘾了。一切法得成于人，就不会给啊，一切法行得成于境，在那人里面。人就吃亏了，什么东西要吃亏？吃亏才会五人心吧？啊，我这个蒙蔽，我这慢慢才会过来讲究，不可能的东西。你一定要吃亏，你一定要忍，忍就吃亏了。一切法的成就得成于人，不做梦呀，那讲我梦。我说梦为当天有经，有时候哎造出来，还没再回来做人啊。所以既然咱种着天然，你得该是苗的人数，不苗的数量啊。苗之所是由咱的心中所设定，生命果就是为恶知见错误行为所限制。以至于咱内心无法以办法相应，造成烦恼痛苦、命运为恶运啊，是为咱生命所累。所以烦恼痛苦这东西，这个它算是病哦，但也不是病，要不能开刀啊。以前我烦恼要亏钱多了，以前我这痛苦嘛要亏钱多，烦恼痛苦没有办法开刀。不是烦恼的业障现前，你没有办法把它杀一杀、打一打、杀死，没有办法。因为那命本来就是看这里面内底个问题，是你家己心念过去所定，这是因缘果，你一定要接受它，免得它处理。哪个说哪个正理老师讲，所以对二世界，所以二世界是强烈的我执的观念，二世界。反正我观念对，你把那种对，我通过掉嘞。我的意见是我的意见，空间，这想太多了。这世间的修行太多，看我错成这，这条相当的过掉了。也别贪吝啬，贪吝过变成诞生，也别贪吝啬了。买一个物件，做一个，唔系收贵，佮买一个出钱，佮送一个退一个送，当然都买50块就700块，安尼嘛袂好。我们的东西不能错。所有一切法里面。都从你的观念开始，所以行为所在，人这所物件，相应这物件拢做些，咱啊，今仔这些安尼啦，我咱想袂去，看袂开，也是安怎？痛苦都有它的原因，其原有处，拢讲有关系的，讲这个说的，这种问题，这种第一个从问题看问题啦，有上帝，但讲问题啦。一个阿嫂啊，是咧饲鸡，啊做生鸡卵，啊做放鸡菜，哎，无安注意话啦，吼，迄个也是，对啦，啊人家表是摘菜菜卵啊，啊鸡迄个只，哦，伊看者赞的，一道的上顶的料理，然后即摆白嘛，即摆哦，讲甲空心，逐工嘛咧摘菜，啊咧饲菜主人，阿嫂啊，你吼。你饲鸡，迄鸡仔关起来啦！我再一寡菜拢互你鸡仔食了，我是要收啥话？我若无菜，我鸡仔拢食歹啦，袂食我创啥咯？你阿三蛮如如不动，讲啊我倒迄鸡仔走咧，我倒一直错啊，我都不咧管，啊你关起来，你饲来关起来，讲袂听，讲过来就我倒，不要跟我没用。那个观念就这样子走，我袂会啊，我跟你讲，是讲咧，是边个做啦？就咧菜那要扣无了，了700人。啊，啥我讲，哦，啊，我是
啊，这几了加2年，我你头两，我即摆开始吼，我的菜园内底我永远两食袂了，我是啊，一年，你的鸡我只生，我这扣食袂了，我这2生啊，扣我食，哎呦，我哪里我两生袂，就走出来2生咯，啊，我就惊来生，从此以后咧，伊的菜无有几啊痛，迄阿婶咧。加关键，啊，其实你对来加是菜车买过来了挪位的啦，买倒来互伊送你的啊。你个鸡啊，其实我若无往甲你对天哦，你知影讲我安尼就是安尼，就是我买过来了，倒来我逐工伫菜园仔捡回来互你，伊毋知讲我是伊买来，你讲你个鸡生啊，其实伊话弄到过来，你关键。那个就是用智慧的方法对治。无名执着观念都是我们心里面的取舍，你要用方法去对治它。好来。功能，然后是那好多这出来，这个功能还有些什么？哦，变么多，到位。跳到结论，除非等啊，都没了，都没了就时间到就结束了。反正道理听吼，是啦吼，万事啦，等困了就对了，就困了，等伊啦。你个从全等开啊！哎，要改变名的遮吼，拢拄过你讲，有够歹势，遮拢总是咧故事的啦，这种真正好料理的啦，若袂家己 copy 啦。你看丹霞酸看无酸入来啦，你看雪山龙珠呢，听着落差咧毛惊咧唱毛月唱着咧，其实是心情变的吼，你改改破咧，就做听做乒乓球呢，人就去招个啦。啊，你看无？咱做事都讲，你对家己的修行是毋是会丢丢咧？你对家己发愿的心是毋怀疑？重点在无？你修到现在，你会怀疑吗？对，万事万疑。第二点，你所发愿的愿望，发的愿到底有功报无有得到，我会成就吗？你唔爱怀疑咧，若是你知影有，若是有我接受有，这无得真正。好吧，我是简单落来，就会结束。黑龙江出产被李行出兵，王某禅师咧，一出家啊，叫做成天，就做成天，就做荒名骗我。一做得到9月7号有消息，就做骗人，你看无？咱若真正成道啦，9月7号有消息，但是主播在骗人。但是咱王某禅师出家啦，啊，这个故事伫啦，伊这是故事题目啊，到尾啊，玻璃家啊，前面无遐死，伊嘛不参与啊。到尾反正实在不是在超错哩，我当然伊母啊，你讲就写出来，很少。我咧故事这啦吼，咱有人。